繼續來看高雄的新興區，有一個媽媽買火雞肉飯，轉去給翁婿甲囡仔食，結果食到一半，夾到一個定定的物件，配出來竟然是刀仔片，驚死！好你家在，唔是囡仔食到，店家是來買回講，可能是這個切肉的機器的刀仔片滴入去內底，已經把這個機器送去修理，並且向當事人來道歉。甲滷肉放佇白飯頂懸，佮摻滷汁，有民眾進前到高雄新興區一間火雞肉飯買暗頓，結果煞食到刀片。一塊刀片就藏佇咧飯粒內底，摕起來看，若無細膩，就可能互刮着傷。民眾講，囡仔食到一半，剩的互伊食，結果食一喙煞咔一聲，當下個倆準是骨頭，結果配出來竟然是刀片，驚死人！加在毋是囡仔食到，若無後果毋敢想。很可怕，這很危險啊！當然是食安問題啊，應該是店家在處理的過程中不小心。當事人透露，後續甲店家反映，業者要退錢，毋過伊拒絕。後來要甲店家提刀片，店員講等調啊，伊認為店家根本就無心要解決問題。啊，那業者強調，刀片是送回去廠商檢查。切肉的機器的刀片切到硬的東西，碎屑掉入。昨天我有當面跟他道歉，那個刀片我就是拿去給廠商看這到底是什麼情形，我是了解這個情形，可能我們作業也是有問題的，這個說實在，我們深感道歉。業者強調，刀片確實無應該出現佇咧食的內底，後續會檢討改善，避免類似情形擱再發生。不過畢竟關係到食安，衛生局接到通報嘛，派員來稽查，查出問題，那違規會依法來開單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